大家平安。今天6月28日，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上帝。让我们将自己摆在上帝的手中，愿上帝祝福我们。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来跟随主，也在这一生当中来认定这是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也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今天的敬拜，认定你。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，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的指引。将你的话语记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重你。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。将你的话语记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记在经箱上，刻在心板上，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意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，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让我们献上一切来尊荣你。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专心的依靠你，仰赖你，不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，不是看着我们自己，而是仰望着你。让我们在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，在我们所行的每件事上都认定你，让你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专心跟随你，仰望你。亲爱的主，让我们在当中不再是依靠自己，而是在所行的路上都因着主你的带领，让我们知道怎么走，因为你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记在景象上，刻在心板上，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生的准则。主啊，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来带领，让我们这一生当中都不偏离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生命有你的同在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6月28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《列王记下》第4章第38节到第44节。
列王记下第4章第38节到第44节，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，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有一次，全国遭遇饥荒的时候，以利沙回到吉甲，正教导一群先知的时候，他吩咐仆人把大锅放在火上面，煮些汤给他们喝。有些人到田里摘野菜，看见一棵野瓜藤，就摘了很多野瓜回来。他把野瓜切碎下锅，并不晓得那是什么瓜。汤煮好了，大家倒出来吃。可是他们一尝到那汤，就大叫，对以利沙说：“那是有毒的啊！”大家都不敢吃了。以利沙要来一些面粉，丢在锅里，说：“倒出来给大家吃吧。”锅里的汤没有毒了。另外一次，有一个人从沙利沙来，带给以利沙20个饼，是用当年出手的大麦做的。他也带来一些刚采下来的麦穗。以利沙吩咐仆人把那些食物分给先知们吃。但是仆人问：“这些够100个人吃吗？”以利沙回答：“尽管给他们吃吧，因为上主说他们要吃饱，而且还有剩下的。”于是仆人把食物分给他们吃，正如上主所说的，大家都吃饱了，而且还有剩余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38节到第44节。让我们用一些时间在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不知道大家看到了什么？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可以这样回问自己：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读到了什么？当我们在读的时候，也让上帝的话语这样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思想，到底上帝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去领受到哪些话语，让这些话语真实的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。因此，在这些经文当中，当我们不断的读的时候，去经历上帝让你看见生命的粮食就在当中。因此，当我们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也会看见上帝真的是使用以利亚，而且在这当中使用以利沙，让以利沙领受了加倍的能力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看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一次一次的看，也看到上帝的大能彰显在当中。所以前面讲到那两个妇女，一个寡妇，一个有钱的妇女，她们所经历的，而在当中也在记载着有一次全国遭遇饥荒的时候，在这样饥荒的时候，最缺的是什么？食物，缺乏食物，缺乏水源，缺乏很多东西的时候，在这样缺乏当中，你是不是会期待能够有什么样的恩典祝福在这当中？当你缺乏食物，你想的就不是那些享乐，而是你怎么样有食物让你能够吃饱。所以在这样的饥荒的过程当中，就像我们之前看到，当以利亚他也面对到这样饥荒，并不是说他讲了之后他就可以避免到这些。以利亚的时候一样，全国缺水的时候他一样缺水，缺乏食物的时候他一样缺乏，然而在这样缺乏当中，上帝供应他。在这一次讲到说全国遭遇饥荒，并不是这样饥荒的时候以利沙就有东西吃，他就可以大吃大喝，不是。所以在这样的饥荒的时候，这边讲到说以利沙回到吉甲，正教导一群先知，所以在当中也看到这些先知也需要以利沙的牧养，他们也期待，或许他们也是先知，但他们依然在这样缺乏当中。而在这群当中，其实也有过去可能也有一个，就是那个寡妇的先生，那丈夫也在这里面，而他已经离开了，所以他没有经历到现在这个事情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样缺乏当中，这些先知们也是这样缺乏，他们软弱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他们也渴慕着在身体当中能够有人帮助他，而在灵命当中，以利沙也能够帮助他们。所以在以利沙在牧养的这些人，其实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，当众人在看的时候，会觉得哇，你应该是能够最多领受的，但是你们也是却缺乏的。其实当有时候我们看到那种饥荒的时候，也常常会想到两个层面，一个是身体的缺乏物质性的饥荒，另外一个可能也是灵命上的饥荒。所以在这物质性的饥荒的时候，常常也会引出那种肉体性的饥荒以外，那种灵性的饥荒。所以这样饥荒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神的人以利沙回到吉甲，他也从这当中要来帮助他们，不单只是让他们吃饱而已，其实也需要去喂养他们在灵命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多害怕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这样害怕？害怕没东西吃，害怕生命怎么样，害怕身体的病痛，其实有太多这样害怕。说实在的，在我们现今当中，太多的同工，也包含太多的牧者，都跟这些先知一样，在日子愉快的时候很有信心，然而在缺乏的时候，信心何其的软弱。所以许多时候就是这样子，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我们的生命要走向什么样的情况？所以在当中也让我们去思想，
让我们去思想，在这许多情况里面，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我们。所以当他看见的时候，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可能都会先处理掉大家在生理上的需要。所以以利沙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，他也去教导这群先知们，在喂养他们，让他们在灵命上得着了饱足，帮助他们在信仰上的建造。然后他也吩咐仆人把大锅放在火上，然后煮些汤给他们喝。所以当中或许还有一点食材，所以放水进去，然后放一些东西进去，所以要煮一些汤。当要煮一些汤的时候，当然也要去采集一些东西回来。所以接下来这边有讲到说，他们就去采集了一些野菜。所以他们去采集了一些野菜，有人去采集野菜，然后有人看到野瓜藤，就采了一些野瓜回来。其实我们知道在当中，就像以前或许有人说，那童军的训练或者是野外求生，在军中也要常会上这些东西，去明白哪些东西可以吃，哪些东西不能吃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有些人就不明白，他就去采了这些野瓜回来，然后就放下锅，但不晓得那是什么瓜。这也可以让我们看到，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常是如此，有很多人这边抓那边抓，好像什么都很好。所以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哪些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，哪些是会损害我们生命的。有很多人喜欢这边听那边听，会觉得这个牧师讲得很好，那个牧师讲得很好，甚至像现在在网络上，在 YouTube 上，在脸书上，有很多人会去做很多的教导。然而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明白这些人讲的是什么问题？其实很多时候并没有，我们这边吃那边吃，什么都吃，甚至把这些带回来带到教会里面来，很多奇怪的言论就在当中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究竟这些东西是怎么样，然后带回来给大家都吃，吃了之后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不行？有些时候有些东西进来的时候，牧师跟你说这不行啊，这是有问题的。有什么问题？其实有时候会觉得，牧师你是不是嫉妒？你是不是怎么样？你不想让我们不想喂饱我们吗？你不想让我们得到这些吗？其实许多时候我们会有那种防备心理，就觉得为什么不行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我们觉得有东西就可以吃就好，这些东西可以喂饱我们就好。但是在这过程里面，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是哪些东西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哪些是有益的，哪些是损害的。所以这当中之前也分享过，牧师也会去看很多的影片，在 YouTube 当中去看了很多的影片，但是在这许多的影片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的人都讲了似是而非的东西。你会去听，但是听没有判断力的时候，其实就会被他们带着走，你就很认同他讲的。甚至有些人在听的时候也分享说，这些人都用很耸动的标题，而在这样很耸动的标题里面，你就会想要去听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其实就会带出许多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们在听的时候，其实也会发现，其实这些人讲的很有问题。一开始你听会觉得，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慢慢去明白，其实会发现这些都是问题。所以这当中，他们的生命没有被建造起来的时候，甚至他们会用很多的方式去包裹起来，好像他讲的很有道理，但是很多是错误的。所以就像这个瓜一样，这些瓜有些人知道这些东西吃了怎么样，所以尝了一口就感觉不对，就感觉不对劲。有些人尝了一口就会觉得嘴巴麻麻的，不对劲。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并不会这样觉得，有许多人尝了一口就这样吃进去了，拉肚子了，急性肠胃炎才会发现那一锅有问题，甚至有人都来不及反应，生命就没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有人去采野菜，
他们去摘了很多野菜，然后摘了一些野瓜回来，并不认识那些野瓜，就把它下锅了。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如此，我也看见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状况，有些人根本不懂什么东西，就觉得这个东西不错，就把它放进来了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像列王记一直在出现的，一个人犯罪，让许多人，让整个国家的人也陷入罪里面。所以一个人去摘了这野瓜，也让所有的人一起食物中毒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很重要，这边讲到说他们摘的，但并不晓得那是什么瓜，以为所有的瓜都可以吃，他不知道什么瓜，就要把它放下去了。这是我们真的要警醒的部分。在教会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人存在，并不明白，然后就把他带进来，然后教导大家一起听。或许旁边有人制止，你会觉得啊，你在嫉妒我，你嫉妒我拿那么多进来。但是这当中真的要谨慎，并不能够如此。其实有很多人讲了很多东西似是而非的东西，讲的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却是错误的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的常常是这样子，错的就是错的，不对的就是不对的。很多人会跟你这边拉扯啊，为什么是错误的？为什么他讲可以，我讲这不行？没有这个问题，错误的就是错误的。在你的生命里面错误了，你放了很多东西都进来都有问题。当你拿了一个错误的东西进来，很有问题。就像在这个国家里面放了金牛进来就是错误的，放了偶像进来就是错误的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你应该可以去辨别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误的，而不是一直在那边拉着说为什么不行，为什么不行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其实让我们可以有很多这样的反省在当中。所以当这样做之后，我们接下来看，把汤煮好了，倒出来，大家倒出来吃。可是他们一尝到那汤就大叫，对以利亚说：“那是有毒的，那是有毒的。”大家都很期待能够喝到汤，吃到点东西，暖暖胃。但是却有人尝到之后发现那是有毒的，大家都不敢吃。所以有时候也是如此啊。当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就有一些人掺杂某些东西进来，然后就被制止了。那怎么办？大家都不敢动。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以利沙要来一些面粉丢在锅里，然后是说倒出来给大家吃吧。所以当他这样一个举动的时候，或许我们也都会很疑惑，为什么这东西面粉倒进去了就可以吃了？其实如果用食物用一些东西来看的话，我们会觉得或许面粉改变了那些东西的质地，面粉改变了那些的状况，甚至在当中中和掉之后，原本的毒就已经变了。当然这当中在凸显的是上帝透过他的仆人所做这件事情，他的一个举动让有毒的变成没有毒的，让不能吃的变成可以吃的。其实这样情况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来看见，包含在摩西的时代当中，让那些苦的水，那些不能喝的水变成可以喝的，变成甜的。其实小小一个举动所带出来的是上帝的全能，上帝的大能彰显在当中。透过一个小小的举动，让这个质地，让这个质改变了。而这质改变之后，会成为一个助力。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一样？其实对我来讲，我常都期待某一些人能够改变。这样的改变是能够成为帮助的。这样的人，他的生命里面
生命里面需要有上帝的能力在当中，上帝的帮助在当中。有些人的生命里面，确实你会觉得他生命里面带了许多的毒，有许多的毒素，有许多的坏水在当中。然而在这样的人当中，他的生命里面愿不愿让上帝来掌权，让上帝的恩典进到这当中，让一棵树丢在他的生命里面，让这样面粉进到他的生命里面。真的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需要被改变。当以利沙要来一些面粉把它放进去之后，这锅汤就不一样了。把它丢在锅子里面，这当中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去经历这一些。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改变了。所以当他这样做之后，他后续说：“倒出来给大家吃吧，锅里的汤没有毒了。”其实这都是上帝的能力。当我们看到，会觉得很多的疑惑，很多的疑惑，很多疑惑。然而弟兄姐妹，你期待你继续停留在这样疑惑当中吗？还是你要进到上帝的全能当中，去经历上帝的大能？许多时候我们都很多疑惑，很多疑惑。当大家在做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是异端，那是什么？但是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是上帝透过以利沙在做这样的事情，带出这样能力，带出这样恩典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期待是看见上帝的权柄彰显在当中。所以在当中有一个对照，有一些人在这里面，即使是先知，在这当中他们所做的，这边很清楚知道，连他们都不知道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需要更加的去明白这一些。当你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当你要参与在这样的服事当中，你要做了5年、10年，都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些吗？还是你可以在当中更多的明白这里面的一些道理？在参与服事的时候，花更多的心思，明白你所要参与的服事。或许在过这么努力当中，还是会有一些不明白的、不了解的。但是总比那些当我们持续在当中，但待了几十年，还是需要被喂养，并不愿意去明白这整个信仰的真义。因此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，当你要成为那种摘野菜、摘瓜的人，势必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明白这些野菜、这些瓜，哪些是可以吃，哪些不能吃。所以在野外求生的这些教导里面，会帮助你，让你知道哪些可以吃，哪些不能吃。其实我们这世代还是有很多人在教导这些，就像有很多人就觉得，后续可能会发生什么事？如果真的打仗的时候，你怎么样求生？当没有食物的时候，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存活下来？这也是很重要的。而在信仰当中，面对到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教派，面对到这许多世上有许多太多的牧者讲员，你怎么样明白他们所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？当我们更多的扎根在信仰当中的时候，在上帝的话语，在读经的时候，你会慢慢的可以去辨别这些。现在太多的东西在这网络上，在这世上，甚至在教会里面充斥了太多的东西。当我们不谨慎的时候，就会像这当中摘了一些不知道的野瓜进来，而这样的野瓜可能要了我们的命。所以当以利沙这样做了之后，这个东西改变了，有毒的变成没有毒的。这边提到另外一件，还有另外一次，有一个人从沙利沙来，带给以利沙20个饼，是用当年出手的大麦做的，所以那个人也带来一些刚摘下的麦穗。而这时候，以利沙吩咐仆人把那食物分给这些先知们吃。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很熟悉？好像是以前在看到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，耶稣不也是这样吗？
把东西分给大家，好像会觉得缺乏，但是会看到是足够的，而且有剩的。所以这边说，仆人问他：100个人够100个人吃吗？以利沙说：尽管给他们吃，因为上主说他们要吃饱，而且还有剩下。所以感觉好像1个人吃1个饼，或2个人吃1个饼就够了，但是给100个人可能要50张饼，但这边所给的，他们觉得可能是不够。到底给多少人？是100个人吃吗？还是他们家里面人都吃？但这边讲到说，不用担心，上帝给的是足够的，而且还有剩。这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就在当中，是足够的，而且是有剩的。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不单单是如此，是让我们去经历这一些，而且还有剩下。这些恩典不会只是眼前这些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让我们所理智上我们的眼前来蒙蔽了。但是以利沙要让他们看见的不是如此。这边他提到说，上帝说他们要吃饱，而且还有剩下的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，会不会跟这些仆人一样，会觉得无稽之谈？会不会觉得这些哪里够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我们都有很多的担心，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不是一直在担心我们钱不够、人不够、什么不够，而是要担心的是我们的信心不够。我们在这世代就跟这些仆人一样，当有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担心的更多。我们常担心这个，担心那个，埋怨这个，埋怨那个。但是以利沙说：尽管给他们吃吧，尽管给他们吃吧。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展现出这些不够我们的担心的时候，其实这些都在展现出，在呈现出我们的信心不够。在这许多时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何其的软弱。其实当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不能说这是我们的悲哀，但是要说的是，这是我们的软弱。在这些事情当中，我们真的没有将自己摆在上帝面前，真的没有完全交托，因为我们都还是停留在我们自己所想的，觉得这个不够，那个不够。我们都要在那些企划书当中，在这许多当中去算出最精准的每一个数字。当我们无法规划出来，当我们无法算出来这些，可能我们进入到这样互相的攻击、互相的谩骂，或许我们就停留在那些我们事情怎么这样。但是我们一直在讲的是，你有没有先回到上帝面前？所以当我们在看以利沙的服事的时候，其实要先回溯到他跟着以利亚的那一段路，从吉甲到伯特利，到耶利哥，然后走到约旦河，跨过约旦河，看着以利亚被上帝接回去。在那一刻，他没有停止跟随。在那一刻，他将以利亚的衣服捡起来。我还记得，在他那时候走到河边，他就直接拿起衣服拍打，没有能力。然而，当他第二次他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上帝赐下能力，让约旦河的水一样分成两边。
所以从那时开始，他带着上帝的能力在服侍。从那时开始，他的生命完全苏醒过来，被上帝来使用。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，不是一直在看着眼前，眼前不重要吗？我觉得很重要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来，让上帝的能力在当中掌权。当耶稣那时候的5饼2鱼，很多人会说啊，很多人不敢拿出来，他们拿出这些东西。或许有人这样诠释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那时候大家缺乏的不得了，但是最后剩余了许多，剩下了许多，大家都吃饱，还剩下许多。这边也是这样讲，上帝说他们要吃饱，而且还有剩下。这是不是在挑战我们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在挑战我们的生命？我们常常都觉得不足，我们都觉得不足。但是有没有看到上帝在当中所说的、所做的？说在当中不仅仅是吃饱，也不是在你们所说的不足，是要让他们吃饱，而且还有剩。吃饱还有剩。我们许多时候都一直在不足当中，但是忘记了上帝是丰盛的上帝，不是单单让我们去经历不足而已，而是要让我们经历那种丰盛有余，能够吃饱还有剩，能够吃饱还有剩。所以那些仆人把食物分给他们吃，正如上帝所说的，大家都吃饱了，还有剩。其实我们还是会陷入在当中，以利沙是不是算过了？他是计算过了，所以他会这样讲。但是重要的是上帝说了，上帝跟他说，他也这样讲，大有信心的去宣告。许多时候我们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都会觉得不是如此，都会害怕事情没有这样发生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的是看见上帝的能力在当中，需要去看见上帝的能力在当中。上帝要怎么让这些事情彰显出来？上帝的能力要在当中来彰显。所以在这里面一直在凸显的是人的软弱，不管是这些仆人的软弱，也包含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。我们都害怕事情没有这样发生。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，他不是担忧事情没有发生，他是上帝跟他讲，他大有信心的这样去做。所以后续的经文也会提到说，甚至他死了，他的骨骸依然带有能力。上帝恩待他，甚至在他死了之后，上帝依然让他的生命带有能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渴望这样的生命？让你的服事大有能力，让你的生命彰显出上帝的大能，让你的生命不是软弱无力，而是上帝的能力要在当中来彰显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要展现出什么样的生命？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，不要一直这边抓那边抓。第一个，你要先认识你的信仰，你要明白你所服侍的，不是这边抓那边抓。我看到很多人在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状况，抓了很多东西进来，他不觉得有毒，但是他抓进来的东西是带有毒素的，带着许多其他宗教的东西进来，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让自己沦落当中，也会让许多人跟你一起跌倒。这边讲到，我们觉得这些人是先知，但这些人他们却依然带了许多错误的东西进来，抓了这些他们所不知道的瓜进来，害了这些人差点中毒。
第二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，在以利沙的生命里面，他听上帝的声音，有人供应进来，上帝说让他们吃，不只吃饱，还有剩。不要只看到你眼前以为是缺乏，上帝的大能在当中，要让大家吃饱，而且还有剩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来，我们继续进到今天的经文当中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看上帝要怎么样来带领，看上帝要对你说什么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恩典，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与赞美，让我们在当中经历你的大能，在当中去经历主你的赐福。主，你让我们不缺乏，你也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不是东抓西抓，而是去抓到你要给我们的，不是把所有的美都带进来，而是单单的回到主你面前去寻求主你的心意。所以我们要将这许多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，来带领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我们所做的是你所喜悦的，让我们将对的东西带进来给弟兄姐妹，
让我们在当中不是看见许多的缺乏，而是看见许多上帝你的能力与丰盛。让我们不被眼前的这一些所蒙蔽，而是来到你的面前去经历主你的恩典与带领。主，我们要将这些摆在主你手中，恳求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也赦免我们这些我们的小信。主啊，我们要将这些摆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了我们。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的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愿我们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回到主的面前来，经历上帝的恩典与大能。愿上帝赐福你。